咱礼拜过3分钟要开始开始进前请大家准备心。若是有手机仔爱搁确认一下恁的手机仔是毋是有关机，还是讲有转成静音的模式以免影响小等的这个聚会的过程。我的心神啊，你着乌罗摇花，凡若伫我内面的，也着乌罗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你着乌罗摇花，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即是要请敬拜团来带咱来乌罗上帝。感谢神，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现在放下自己的重担，来到神的面前，以喜乐来敬拜他。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来敬拜，让我们同心合意，以真诚的心敬拜，并以敬拜回应他的恩典。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
神。主耶稣他为我们胜过黑暗与死亡，胜过一切的恐惧与软弱。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而是建立在那一位得胜的基督身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这首歌就成为我们的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走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爱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我们再从头唱一次。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走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爱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走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爱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不必惧怕，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爱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犹原徛伫，当心来念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看信息的头前的13页，咱坐下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中彼拉多年来受苦，定是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万年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
我信信行，我信行，共同的教会，信同的上头，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大家三角来刻印，刻印文第17篇，我来刻，你来印。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任无耶和华的殿宇到昏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耳仔为着家己找着负囝的巢，徛去你的厝遮，迄号人有福气。伊会来在地里，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哪行快乐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你着看。在伫你的殿宇的大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为袂捌留一项好味。万军的耶和华，以上，咱即马三角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大全能的上帝。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咱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甲顺利。伫即个新的主日，大家要做伙，要伫你的圣殿，要用吟诗、乌罗来感谢你。恳求圣神降临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全能的上帝，求你来悯阮，救阮脱离遮罪的偷棒。伫你的爱内面，哪有毋茫？无论咱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我要将你的话记牢在咱的心中，定做生活中随时的帮助。咱教会中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伫病的人，求主来医治因，互因得到健康。有人出外出国，也求主赐因平安。愿主祝福因。为着即马遮嘛，为着世界所有的战争会使平息，甲台湾未来甲政治的纷扰来台倒，也想使阮的国家的执政者有够爷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即是咱愿主的圣灵会使临到阮的中间，甲阮的心中，互你的话会使小弟透过传道的喙，互听的讲的，拢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即马咱请圣歌队来带咱来阿罗上帝。
咱即马来看上帝话，记载来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的18节。因为是即个道理，对两个人看做戆，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权能。我来看26节到第2章的第2节。兄弟啊，试看你的收条。照肉体有智慧的人无偌济，有权力的无偌济，有尊贵的也无偌济。若是上帝减世间的戆个，来互智慧的人见笑；上帝也点世间软弱的，来互勇壮的人见笑。上帝也减世间卑贱的，人看袂上目的人，以及遐会无的来废无遐会有的。互见若有肉体的，伫上帝的面前无通夸口。若是恁对上帝得着点伫基督耶稣，伊对上帝替咱诚侪智慧，搁做伊诚信以及烧火。记头照所记载讲，夸口的人，就用主来夸口。兄弟啊，我前就劝你，无用清甜的言语，也是智慧，来对恁传上帝的奥妙。因为我决断伫恁中间，无知影别项，只有知耶稣基督定是假尔。以上，即是要请蔡传道来讲道，伊的题目是福音的中心，教会的使命。以上。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的讲题比较特别，但是刚好延续我们上次中秋节后讲那个大儿子、小儿子、老父亲的故事的延续在进入今天的讲题之前，我想请大家花一点时间，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沉静的来反思，让我们的心神思绪从这座教会往外面来扩。我们来环顾我们所在的台北中山区，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所处在的这座城市。教会的外面是什么？是中山国中捷运。教会的旁边是什么？是台北大学推广中心。之后会变成三铁共构，甚至包含了旅馆等等。教会门口那一条外面的大路，就是共构的大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老台北人他都见证了台北惊人的变化。曾经的平房，后来已经是高楼林立，商圈繁华，台北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各样的机会、各样的便利，也充满了对成功的渴望。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可以睁开眼睛了。我们生活在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富裕、很便利、不断向上的环境，为此我们感谢上帝。但是弟兄姐妹，一个地方的繁华，一个地方的成功，它也常常伴随什么？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看不到的。这一种是什么？我要追求地位，我要比较成就，我要渴望能够被人看见，我要渴望能够被人认同的文化气氛。所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头。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一种属灵上的拉扯，是什么呢？我好像必须要在两种看似都有道理或都有可能的情况的选择中，去选择其中一种，去做出决定。这两种是什么？一种是脱离这个世界，一种是进入这个世界。第一种选择是什么呢？就是筑起高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价值观越来越偏差，战争不断，所以我们认为教会应该像一座圣洁的堡垒。我们好像是隔离在外的修道院，
尽可能的保护我们自己不要受到世界的污染了，我们就专注于内部的活动就好了。我们强调我们跟世界是分别出来的，我们划清楚我们的界限跟他们的界限，我们跟他们是不同边的。好，那第二种选择是什么？第二种选择是进入世界，就是拆掉那个围墙。拆掉围墙呢，因为我们渴望被更多人的接纳，被更多人的看见，希望福音没有那么多棱角，没这么多咩咩嘎嘎所以我们开始淡化那些可能会冒犯到其他人的真理。我们学习用我们世界可以去理解的言语来去说话，用世界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去包装我们想要包装的东西，甚至包装我们的信仰。所以慢慢的怎么样？教会跟世界的界限就模糊了，我们失去了独特的馨香之气。弟兄姐妹，其实这两种选择看似都很有道理，但是却偏离了耶稣的靶心。所以今天上恩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回到圣经里头，我们来看看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的前面开头。哥林多这座城市很特别，它跟我们现在所处在的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它同样是一个什么？非常富裕、很繁荣、充满了竞争、追求地位、文化又多元的国际大都会。哥林多教会他们所面对的挣扎，也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在这样的处境之中，保罗他很特别的，他指出了第三条路。这一条道路跟我们想象的不同，它不是靠左或靠右，它是坚定的有一个中心线。这个中心是什么？这条道路就是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福音的中心，这是第三条路。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索这一条古老却承传2000年永恒的道路，怎么样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使命。让我们一起进入福音温暖的大能里头，再活在我们真实所在的这个城市台北城里头。如果你要明白保罗他抛出这个议题，我们刚刚经文对当时的哥林多人有多震撼，我们要先走进去哥林多的这个世界。哥林多在第一世纪是什么样的城市？是一个 super 超级大的城市，第一世纪的超级城市。它的位置你可以看地图上，它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地位非常的特别，因为它刚好在两个海之间，它要守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东西两岸的贸易的咽喉所有的财富啊、货物啊、贸易啊、人群都经过这个要道，所以它成为一个极度富裕繁华的商业中心。而且很特别哥林多这个城市到保罗这个时代，它不是之前的很古老的旧城市，历史悠久的古城。之前那座罗马统治的时候，就把这座老城直接摧毁了。凯撒要求新建了一个更大、更繁华、全新的罗马殖民地。他的居民呢，就是被释放的因为是新的殖民地嘛，对不对？新开垦地，所以移过去的人，第一个被释放的奴隶自由民。第二个呢，是罗马的军人或退役军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一座充满什么朝气跟新贵的城市。这里的人是不是那种传习很多代，有那个祖先庇荫的？不是他是什么？一步一步的新贵，从底层爬上来的人，靠自己努力，所以充满什么？竞争嘛，竞争嘛，压力就大嘛所以整座城市弥漫着一种极度崇尚竞争的气氛，渴望我们都可以向上流动的那种氛围所以财富啊、地位啊、名声、公众的认可，就是他们去衡量一切的标准。所以在那个环境下，每个人都会变成怎么样啊？我对于成功的渴望，我对于地位的获得都非常的强烈。甚至会变成一种焦虑感，我一定要成功的焦虑感，因为你都到了新的开垦地了嘛。所以维系这种社会运转的是一个什么呢？叫做主客关系，就是有一些人一定会先富起来，
那富有的主人呢，就会地位较低的人，我们现在叫做人客，叫做客人、客户哦，提供资源跟保护。那作为回报，客户哦必须要向主人尽忠了，效忠，要为他就是讲徛台啊，站台。站台是什么呢？就是要提升主人的社会地位，主人越成功，我就跟着越成功嘛。所以这种是友情的关系吗？不是，对不对？这种是赤裸裸的权利跟利益的交换。所以同时，哥林多是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你像四面八方的人都过来啊，它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哲学跟最新的思维潮流。所以人们特别迷恋一种东西，叫做智慧，第二叫做口才，而且这是分不开的。所以能言善道的那些演说家、哲学家，就很像今天的 super star 一样，超级巨星一样，人们就开始追捧他们了。他们靠着什么？华丽的言辞，靠着个人的魅力来争夺那些人客啊、客人，争夺门徒还有荣誉。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把镜头重新回到我们现在所处在的台北，当然了，我们不是罗马的殖民地，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相似？我们那种对于成功的渴望，我们期待我们自己可以有更好的事业、更好的发展、更成功、更多人追捧，好像有感同身受的感觉。我们打开社群媒体甚至看其他教会我们不自主的就会开始比较我们开始去看这个人的影响力啊，那个人的影响力，这个人的口才啊，他的规模啊，教会的建筑啊，我们什么都可以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他们把这一整套很大的世俗观全部都抓进来，原封不动的带到了基督的身体里头。所以福音本来是应该怎么样？福音本来应该要消除隔阂嘛，让大家都得到爱跟利益。结果怎么样？在哥林多教会，它已经开始扭曲了，它变成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这个就是保罗他所要挑战或他所要面对的处境，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禾场就在这座迷人却充满了诱惑，甚至充满夜生活的台北城。当时上帝有没有要保罗带着已经信的信众逃离？没有，他没有。上帝有没有要我们逃离？也没有。上帝没有要我们逃离，而是要我们带着跟世俗人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而且要走进去人群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城市就是我们的禾场，福音当然就是我们唯一的工具啦。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经文，他的教导里头，让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好像跟很多教会一样，被我刚刚所说的两种看似属灵实则偏离中心的假福音所迷惑。他们用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什么呢？他们筑起了高墙，这是一种律法主义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我就要靠我自己去赚取、去赢得上帝的爱。他相信只要我表现得好，我的道德够高尚，我的服事够认真我奉献够多上帝你就一定要接纳我哟，你就要赐福给我哟。你有没有发现？说实话，这是一种交易的行为。我们试图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来换取上帝的肯定，当然也可能是换取人的肯定。但是这样好吗？这样对吗？我们要想一下。所以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开始分党结派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开始用世俗的眼光来评判每个人。刚刚说的主人跟客人嘛，要追随谁嘛？他们看说谁才值得追随啊？亚波罗好来自学术中心亚历山大，靠仔就好好，我们更好就像一位 super star 的明星，这个耀眼的明星，我要追求他。好这个保罗呢？保罗说什么？他承认我到你们那边去的时候，我言语粗俗，而且我又软弱，
我又惧怕，我又甚战惊。保罗那时候我们在修那个神学院，在修那个希腊文的时候，保罗他写的书信有的时候是希腊帮他代笔的嘛。为什么要帮他修饰，帮他代笔？因为像我们老师就说，像马可福音的希腊文是最简洁好懂的，然后呢，哥林多前后书啊、罗马书这些文法就很难了，几乎是大师等级的。所以光从这点，为什么保罗需要希腊帮他修饰跟代笔，我们就可以间接看出保罗来到大城市传福音，他也有什么不得不面对的什么，他的压力，这个叫做竞争压力。哥林多教会的人就变相的把福音领袖当成了一个一个在互相竞争的哲学家，然后选择哪一位是我最欣赏的主人，也就是传道人来追随，他这样子才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嘛。主人好，我也好，教会就变成什么？另外一个追求荣誉竞争的战场这样子好吗？他们已经不是在追求真理咯，他们是在追求我能够让自己更优越，就像是大家背名牌包，我的名牌包比你的还要高一等、贵一等，这种感觉追求属灵信仰的名牌还有一个其实也很讽刺的这个讽刺的大家可能不会注意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好像高人一等，他说我是属基督的，我最高。弟兄姐妹，一开始听起来这个最属灵，对不对？但是其实在当时的竞争背景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哎呀，你们都还要听保罗的，听基法，听亚波罗的，我不用啦，我最大，我自己比你们都属灵。这是不是也是走歪了？对不对？这个就变成了律法主义的巅峰。律法主义的巅峰是什么？我最属灵，来包装我内心的骄傲，我自己变成了什么？法利赛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就不会变法利赛人。我们已经是，如果这样子做，我们的骄傲就把我们变成了外邦中的法利赛人。所以这种人反而是筑起了一道高墙，而且这个高墙不是在教会跟世界之间，他筑的墙筑到教会里头了，变成了弟兄姐妹之间。这种律法主义的病毒，在今天它可能会表现为几种形式。第一种就是比较与论断，哎呀，我们谁比较好，服事比较多，祷告谁最长最深，谁对圣经最熟啊，谁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最敬虔，变成了我们用外在的评分表来评价一个人的内在。再来，有可能有恐惧跟重担呢，因为我们的服事就不是在敬虔，而是在也不是在出自于对恩典的回应，我们可能是出自于我害怕，我害怕被处罚，我害怕我不被接纳，我害怕我做得不好，所以信仰变成了沉重的差事我们的喜乐的心就开始去失去了。第三种就是骄傲与排他。如果我们可能做得不错但是我开始骄傲了我就是很棒，我开始轻视那些你这个没够好你没，我们就开始去排斥别人。所以我们有很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我们开始有的人呢，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曾经也在神学院挣扎过，因为大家这个讲法其实不能完全标准，但是那个竞争意识谁的神学最正确，我们应该怎么样，有时候那一颗真正敬虔的心似乎已经变成了学术比较，上帝的经文变成了私人的俱乐部。这其实有时候也是蛮值得让人需要反省跟惭愧的这会让我们想到了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很严格的遵守了每一条细节，连薄荷、茴香这些都要献上1/10，但是他们却很严厉的去责备其他的人。
所以耶稣也责备他们。耶稣说什么？你们忽略了最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你们的心离神很远很远。所以律法主义最后这一条路就会变成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呢？这两个极端可以叫做结局，很可怜的结局。第一种，如果你觉得我都做到了全部的细节，你就跟法利赛人一样骄傲，你会发现我是最好的。另一种呢，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会觉得我很惭愧，你会活在深深的绝望跟自我的否定的定罪中。无论哪一种，这其实都跟福音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极端，叫做拆掉为离，这叫做我们上周说的上个月说的相对主义。这种思想是什么？没有真理，或者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一切都无所谓。什么是一切都无所谓？他相信反正神是爱嘛，你不是说神是爱吗？那你要包容我啊，包容我的一切啊。不要谈论罪啊，不要太严肃啦，不要再谈什么审判啊、悔改，这个议题我不喜欢。而且你谈教会外面的人就会骂你们说你冒犯他我们不要谈就不会冒犯到别人了。这样子才可以跟世界接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主动拆掉了这个围墙，但是这也代表了什么？另一种很恐怖的事实。我们就来看哥林多教会吧。哥林多教会的人非常迷恋什么？智慧。所以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追求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华丽的言辞文法、动听动人的哲学，还有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希望保罗能够用一种更高级更有智慧的方式来传讲福音，好让我在其他人面前会更体面啊，因为我追随的人文法大师啊，辞藻华丽又有哲学。所以这种对世俗智慧的追求，导致了他们对罪有着惊人的容忍度所以哥林多前书，如果你翻到第5章，就记载了一个就算到现在还是骇人听闻的算是故事吗？的传闻是什么？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大家大概知道什么意思结果他还怎么样？自高自大，不哀痛。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受到一种斯诺底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什么？我的身体是邪恶的，但是我的灵魂是高尚的，所以我的身体怎么放纵怎么做都无所谓啦，不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的地位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人就是自以为拥有了过人的知识、特殊的智慧，超越了凡俗。所以这一种世人看起来的智慧跟包容，他们拆掉了上帝设立的道德围篱，让罪恶也跑到哥林多教会里头，四处横窜失去了分别为圣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现在21世纪的巨大挑战我们活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活在一个后真相的时代，后真相的城市。后真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个人主义被高举到最高。什么是个人主义被高举到最高？有一句话你可能听过，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当座右铭。我们举美国当例子，美国曾经100%基督徒，在二战时候据统计，二战就是南北战争啦，不是二战，是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的时候据统计，99%都是基督徒。结果呢，现在剩多少？5成6，剩不到6成。甚至从奥巴马政府开始，他还说，我们为了要多元宗教接纳其他人以后不可以讲 Merry Christmas。为什么？你要讲 Happy Holiday， 你要讲佳节愉快，你不要再讲圣诞快乐了，这样子会冒犯到其他宗教的人。奥巴马时代就开始这样了，这个叫包容吗？这其实已经失去了基督教立国的馨香之气甚至他们还规定在学校里头，所以当老师特别有感，你不可以公开祷告，
有不止一个老师公开祷告被解除教职，这比台湾还要夸张。他们对于这种，他们的左派对于这种已经到了非常的 sensitive， 非常的敏感。所以这种思潮对美国基督教的冲击，奥巴马执政时期是巨大的。当然也感谢主了，现在美国基督教开始惊人的回升。在 Charlie Kirk 他被大家都知道他被枪击被刺杀后，基督教还有教会说，我们一个主日突然多了1500人涌进来，都连站都没地方站，就是美国开始基督教惊人的复兴因为一个人的死。当然这是题外话，美国也开始在转变但是美国曾经已经 low 到了非常的低点因为他们对于圣经道德的妥协，来换取世界的接纳。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接纳了哪些？第一个，他们对罪的淡化。我们不敢讲罪，因为别人会讨厌我们啊。我们不敢讲地狱这样听起来就没有爱了嘛，对不对？我们不敢讲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因为这个在多元文化里头显得很狭隘、很狭窄。我们开始追求认同了。我们教会的目标就不再是讨神的喜悦，我们变成了追求社会认同。我们希望主流媒体可以称赞我们很开明啊，很进步啊，很有爱心啊，很包容啊。而且我们也失去了盼望。我们拆掉了那个围篱让世界的价值观直接涌进来，长驱直入。教会失去了它的馨香，失去了它独特的声音。如果我们的信仰与世界的心灵鸡汤啊，那些书啊，励志的书籍都一样，那请问我们能够对这个破碎的世界带来什么样独特的盼望呢？所以如果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甚至每个群体都高呼着我的利益才是唯一真理，如果缺乏了一个更高、更有共同性的道德准则，我们看到的只会是现代世界的样貌，越来越多的冲突、撕毁的协议，甚至有不断的战争和人道的危机。相对主义看似给人自由，其实带来的是混乱跟虚无。所以弟兄姐妹，面对哥林多教会这两种致命的偏离保罗怎么做其实我们一般人会这样想假如是我啦，或者假如是大多数的人，他看到了这两种相对的极端，他会说：哎呀，你这样子那么靠那一边不好，你过来一点，你也靠过来一点，我们两边就取个中间值，这样子最安全。这是大多数人讲的，大多数人都是取一个平衡方案。其实这也变成了我们或者是华人世界或大多数人的处事原则。保罗有没有提出平衡方案？两边各抓回来一点？没有。他怎么说？他直接说你觉得他是不是说你们律法主义的人不要那么严格，放松一点你们这些自由主义、相对主义的人哎呀，你们严格一点不要那么放纵。他都没有耶。他说什么？他就直接拿着一把大锤子，工程锤直接敲碎了这两种建立在人本思想的营垒这个武器是什么？这个大锤子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这里，哥林多前书1章18节说什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接着2章2节又说到，保罗他来到你们哥林多教会，我只要跟你们谈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我没有要跟你们谈那些智慧，谈那些平衡，他们要谈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这个是足以激进到颠覆整个世界的宣言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到什么呢？我们必须理解到十字架对现世是极度的冒犯，对当时是极度的冒犯，颠覆了当时罗马统治世界的价值观在当时的世界，十字架为什么令人恐惧跟厌恶？因为十字架对犹太人而言是什么？
半卡鸠嘛，绊脚石嘛。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什么？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大能的君王，是一位军事领袖，带他们来推翻罗马，恢复以色列的荣耀。但是耶稣被他们认为的罗马人敌人用羞辱的方式钉死在十字架，犹太人会觉得这是什么？笑话，这是 curse， 这是被上帝诅咒的记号，是失败。那再回来，外邦人，也就是当时的希腊人，他们追求智慧，所以他们觉得十字架是笨的、弓的、愚拙的。为什么？因为希腊罗马文化，它追求的是权力、荣誉、美感，甚至智慧。所以他认为，如果你是一位软弱的、受苦的、被公开羞辱，而且死在刑具上的，那你怎么可以说你是神？你在我们理性上是不可置信的，是荒谬的，在他们所谓的美学里头也是丑陋的。所以跟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的理论都背道而驰。所以大家都知道，十字架是当时罗马的终极象征，是用来什么？震慑那些不听话的奴隶啊，或者是叛乱者的最终刑具哦。但是保罗却说什么？上帝真正的智慧跟能力，恰恰彰显在这个让你觉得羞辱的记号上。这是宣告什么？世界的权力是在做什么？暴力跟掌控性，对不对？上帝的权力在彰显牺牲的爱与舍己。所以保罗是怎么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所以上帝刻意拣选什么？世上那些软弱的、那些卑贱的、那些被人厌恶的，来组成他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给了我们答案。他说：为了叫有智慧的羞愧，为了又拣选那些软弱的人，拣选了世界上软弱的人，叫那个强壮的也羞愧。所以上帝的策略是什么？就是要摧毁人类一切可以自夸的基础。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根本没有要在世界的游戏规则里头来竞赛哦，来打败世界。他怎么做？神他直接掀翻了整个游戏棋盘。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获得了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两个极端的福音中释放出来了，那两个假福音中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首先他击败了律法主义的骄傲性，甚至也击败了做不到律法主义带来的绝望性。十字架的羔羊对着律法主义的人说：停下来吧，你看看十字架上的我，你就知道你有多败坏。你所有的好行为都只像是污秽的衣服，根本不足以让你到神的面前来。这彻底粉碎了我们的骄傲。但十字架的羔羊又接着说：你也看看十字架上的我，你就知道你有多么的被爱。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就为你死了。这份爱不是你去赚取来的，是我白白要给你的。这彻底释放了我们的绝望。所以一个活在福音中的人，他追求的是什么？是热心跟圣洁的服事。但是这个不是为了赚取上帝的爱，而是因为我们已得恩典，我们满心欢喜乐意的回应。所以我的服事不再是重担，而是我拿到了一个特别的感恩的权利。我的信仰不再是恐惧，而是充满了喜乐。接着呢，十字架也战胜了另一种叫做相对主义，又叫做自由主义的混乱跟它带来的虚无。十字架的羔羊又对着这些自由主义的人，对着这些相对主义的人说：你看看十字架上的我，你就知道罪是有多么真实，多么恐怖，有多么可怕。罪的代价是上帝独生子的生命。
因为道德的千古不变的基石挑战了一切无所谓的态度。十字架上的羔羊，他又接着说：你也看看十字架上的我，就知道上帝对罪人的爱有多么长阔高深。因为他恨恶罪，所以他愿意以他独生子的性命与宝血来洗净你的罪。这让我们有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外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勇敢的知道什么是罪了，而且不是带着自义的骄傲感，而是带着谦卑跟怜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了极大怜悯的罪人。所以我们能够坚守什么？我们能够坚守真理，而且不是把真理当作石头来去打人，是用温柔的眼泪去拥抱那些在罪中迷失的灵魂。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真正的福音是自由，它带给我们谦卑，它带给我们勇敢，所以这又有原则，又有恩典。所以最后再让我们再回到我们上个月所看到的那个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在路加福音15章。我们上次有说到，我们常常聚焦在哪里？我们聚焦在那个小儿子，因为他是放荡任性，是个浪子，他代表了自由主义，代表了相对主义。他那就是个人的自由主义，他追求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快乐。他最后的下场是什么？他走向虚无，幡然醒悟。可是我们更容易忽略那一个留在家里的大儿子，他很勤奋服侍啊，但他的内心是善的吗？他内心充满了骄傲、不平、愤怒，所以他对父亲说：哎呀，我跟你服侍那么多年，没有违背你，但是你连给我只山羊羔都没有。所以呢，他代表什么？律法主义，一种轻分，那种计较。他做得再好，他的心中仍然没有恩典，没有感激，甚至没有爱。他只剩下了比较跟计算。而我们最重要的，应该要看回来那位老父亲，他代表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他跑出去，他去拥抱那一个又脏又臭，被我们可能踢得远远的到旁边的小儿子。他也走过去，温柔的慰劝那个心怀不平的大儿子。他说：儿啊，我常与你同在，我的一切也都是你的呀。弟兄姐妹，那位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天父他带给我们福音，福音就是天父他跑出家门来拥抱我们。无论我们是那位自以为义的大儿子，还是迷失流浪的小儿子，当我们被这份爱所触摸到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开始柔软，开始改变。我们不用再用自己的表现去证明我需要多么好才能证明我自己是对的，也不需要从这个混乱的世界去放纵去追求自我的真理、自我的价值，因为我们的心在天父的爱中已经找到了真实的安息跟真实的自由。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教会要进入这个世界的姿态。我们是不是要去扮演审判官？就是你都不对，只有我的道理是对的，不是。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去当烂好人。哎呀，你们这些都好啊，你们这些我们就不要举哪些行为，你们这些都是可以的，你们这些都好的，所以你们这些都是 OK 的。我们都不是，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是被差遣出去，要邀请更多人，邀请更多在台北城中，他可能感到骄傲，他也可能感到绝望。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他们说：回来吧，天父在等你。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上主，恳求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的内心活出主耶稣你的款式，成为新创造的人。求你消无我们内心的骄傲，愿意退让，
愿让身边的人得着利益。主啊，也求你柔软我们一步一步计算的心，我们不要再比较别人跟自己的所作所行。主啊，恳请你用圣神来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谦卑的心，去活出主你给我们的教导，互相包容，彼此相爱。主啊，也求你继续看顾教会的弟兄姐妹，看顾他们的身体，看顾他们的生活，看顾他们的心灵。也求你让中心教会与周围的一切都得着你的恩典与福音。我们诚心的祈祷，求你赐福，求你带领教会前面的路。这一切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是大家参加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信诗第257首，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请起立来吟奉献诗。
咱三甲来吟诗，信诗第18首，吟诗后，请传达来祝祷。三位一体上帝，感谢你，替咱备办上好的所在，等待咱、抱咱。上帝啊，感谢你，你甲咱揽调的，甲咱规个中兴教会的兄弟姊妹揽调。主啊，感谢耶稣的教导，互咱知影什么是疼，什么是包容，什么是接纳。信心的引带，互咱知影要安怎行入去这个社区，行入去这个台北城去疼别人。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爸、圣子、圣神，带领咱，保守咱一切的路途平安顺利，到永永远远无尽。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报告后主理主的后主理主理的圣工的轮值请大家参考。有轮值到的请准备先。再来看消息的报告我简单来听口。夫妇团契定伫后主日就是11月9号因会有一个点心制作日式面包的活动因为这有名额的限制，名额伫咧无请大家紧有要参加的紧去后壁来填写并缴交报名费30块。今日上后一天请小等的聚会结束后请紧后壁遐公布栏下面报名。我来看肢体交通甲带导的事项第一点是为着身体欠慢的兄弟甲照顾因的人的亲人来带导咱遮有3位咱小等会使替因来带导的第一位就是陈煌腾伊是世新足球队的球员伊即马因为伊即马是伫台大医院台大医院在做治疗第二位是社区班的秀英伊即马是中风复健在复健当中也请求大家为他做代祷第三位是为着咱的彩云姐妹
为他的失智哦，还有他的健康哦，大家持续的来帮他做祷告。好，那现在加第二点哦，是为着2个许家哦，许凤义执事，还有俊仁、凤家、舒雅、甲以礼哦，甲左秘书甲许汪朝因规家哦，中州佑利、施恩、施雅、贝如甲以晴的身体健康哦，还有心灵的部分来做代祷，请起立来做代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使你的人民一直等兄弟伊的病痛，照你所行的心意，互伊通经历着上帝的疼。社区班的秀英伊中风，求你祝福伊的复健会当得到顺遂，一切拢为你的引带。咱所敬听的王彩云姊妹，因为伊即马已经退化甲失智，主啊，求你照顾伊的身躯，照顾伊的大脑，照顾伊的一切，照顾伊身躯的所行，拢得到顺遂。主啊，求你使平安甲安慰，伫咱亲人痛苦的时阵，伫咱的朋友，伫咱的会友，伫咱的兄弟姊妹痛苦的时阵，会当使互伊甲亲人朋友得到平安甲安慰，伫不安中得到主你的帮赞，你的怜悯。主啊，也求你坚固咱的兄弟姊妹甲因的厝的人，祈求主坚固因厝每一个人，每一个朋友，伫即个艰难的时刻，会当有气力，单单来仰望你，对你遐来得到仰望。主无顶面，搁咱所知影的，搁有足侪人需要你的帮赞。主啊，求你带领因，互因的心因为你来得到安慰。求你使新野来互伊，互因到今日搁会当经历到你的大疼痛。咱安尼祈祷是奉主要所祈祷的名求，阿免。请坐。即马咱今日的查经的进度，是以西结书46到48章，还有加拉太书第1章到第2章的第10节。那这小等的礼拜小组会使做分享。咱即马请泽博执事先替咱来导读。
那个我这礼拜我们就直接，因为以西结书已经进入一个尾声，那我这边就是就加拉太书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加拉太书它其实是保罗他就是我们圣经新约保罗书信里面，时间最早写的一卷书吼，它是在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哦，他第一次跟巴拿巴出去宣教之后，然后回到安提阿，那然后那时候就已经写好了。那他写好以后，才上那个耶路撒冷去开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使徒会议哦，就讨论说外邦人他们那个信主以后需不需要行割礼哦。那加拉太书它本身在讨论，就是那个引爆点也是在讲到那个，就保罗在那个加拉太南部4个教会建立那个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以后，那这些外邦人那个被所谓就是后面就有一些犹太基督徒哦，就是他们还会就是跟在保罗的后脚哈，就是保罗一离开，他们就或是在同一个时间，他们就进到教会里面啊，然后告诉这些外邦人说啊，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但是还不够哈，你还要再遵守我们犹太人的这些那个律法哦，就是守一些节期啊，然后守这个一些传统什么譬如说最就是最需要遵守就是你要行割礼啊。那所以保罗在回到安提亚以后，他就这个其实他算是有点情绪哦，他蛮不高兴的，所以他就写信去给加拉太的那个这个教会。那这个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书信，它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跟可能是因为是保罗第一封写的信哦，跟后面他所写的这些书信都比较不一样哦。我们从这个书信里面看到那个保罗他非常的对那个福音的那种就是纯粹性哦，他非常的那个感情非常的强烈哦，所以他一听到加拉太教会这样子的情形哦，就说，他又跟他当初他所传的那个福音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开骂哦，他就没有像之后的那个保罗书信，还会先问安啊，然后先说我为你们感谢上帝什么，他都没有，他就在我们在第一章，我们今天看到的进度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嘛，那所以他第一章的地方，他就先强调他自己的使徒的权柄哦，好，他要先证明说他的权柄，然后才可以再来驳斥说他那个后续他要那个就是要纠正的部分哦，他才站得住脚哦。那然后所以加拉太书他在讨论的就是说，你信了基督以后，你已经有一个所谓你在基督里面你已经得释放得自由，那所以你不需要再去守你不是犹太人，你不需要再去跟着犹太人去守这些东西。那但是就结合我们今天刚好那个上恩传道讲，好也是今天也是介绍很多保罗的东西，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讨论。那就说讲到那外邦人，你说那我在基督里面有自由，那我是不是我就可以放纵自己哦？那我什么事情我都反正我做了什么事情，耶稣都赦免我这样子。这个也不是哦，这两个极端
那他是告诉这那个后续了哈。今天当然没有讲到这么后面。那保罗他就是讲到说你还是应该要用基督的这个所谓这个刚刚那个上恩传道讲的那个第三条路哦，就是耶稣基督为那个钉十字架的这个福音，然后你去衡量说到底你要怎么在守律法跟那个世俗的这个中间，你要取得一个说是平衡嘛，或者说你可以在这两边你可以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那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说那个福音啊，就是说因为那个福音被扭曲或者说被掺杂那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时空环境一样就是说我们也是常常有很多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自己也会被很多，因为现在资讯爆炸了，那有些资讯也是会让我们有时候好像会有一些让我们有些算是质疑嘛，或者说有一些不好像会动摇我们那所以这个我们都可以从保罗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他的教导，我们后续还可以找到看保罗他是给我们怎么样的教导。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保罗他的权柄，那然后他在后续他讲到这个福音是那个是经过认证的就是那个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然后他后来自己又那个有到耶路撒冷那个，然后跟那个他那些12使徒见面，然后得到这些使徒的接纳。对，那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只有到这边嘛？那我们以后下个礼拜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讨论，这样子。好，谢谢。是咱请圣歌队来唱祝歌来袂倒。来行平安礼请遐头前后壁会友来请安。等一下是不是要开掌声？等一下是不是要开掌声会？有没有？他不是说他昨问一下。
再补充一下吼，小等下放钟结束了吼，长职爱开长职会吼，请大家留步哦。